大佐，韦景和钢启在强华兴业公司被徐乃娇的人带走了。徐乃娇手下的人是军人还是莽夫？据我观察，一定是军人。太好了，重庆方面终于来人了。他们两个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他们的车进入了港警限制区，我无法继续跟踪下去。对不起，是属下无能。不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对方越是谨慎严密，越说明我们的进展顺利。就单单一个字，先生已经看了快1个小时了。虽然只有这么一个字，从书写方法以及力道都很有讲究，能从一个字上看出一个人来。至少我从金井武夫的这个盒子上能看出些东西。字体圆润，笔画劲道却不张扬，外露却不显杀意。金井武夫的确是很好展示了盒子的真谛呀。那先生，您真的认为金井武夫值得信任？单凭这一幅字，就想取得我曾平的信任，未免也太容易了吧？今天我抓那2个人回来的时候，有车跟踪我们，我想一定是日本人。看来金井武夫这个老狐狸是要把他的2个手下当成鱼饵啊。那我们怎么处置这2个人呢？鱼饵是好东西，只要小心地把鱼钩去掉，鱼饵就变成一顿美食了。韦景军，你刚才是不是叹气了？我知道你担心我们出不去。我是在担心我们今天的晚饭没了，我饿了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也觉得有点饿了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上次你带我去吃的那个饭馆。哎，仔细想想，那些菜还是真的味道挺不错的。好，下次我还请你去吃。一言为定啊！当然。不过现在啊，真的只能是想想喽。2位好兴致啊，还有心情聊吃的。徐小姐，我们就是太饿了，随便聊2句。不过现在有徐小姐这样秀色可餐的美人儿，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补偿啊。中国的孔圣人怎么说？食色，性也。你听着，别以为这点伎俩就能瞒过我们，真以为我们是吃素的？徐小姐何出此言？我们这次真的是诚心实意的想要解除误会。哼，还敢狡辩？我通过强华兴业公司给你们弄的桐油，明显比黑市上的价格要高，而你们呢，
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。小小的岛国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豪爽了？口口声声的谈什么买卖？不过你们这买卖做的也太亏了吧？我们只是想充分表达我们的诚意。好一个诚意！恐怕诚意的背后才是你们真正的阴谋吧？铜油交易根本就是为了引出军统的人，军统表面占了上风，却不知道如此一来，恰恰暴露了自己，以致最后被你们消灭得干干净净。你误会了，徐小姐，我们打击军统是为了防止军统对我们的生意再次做出干扰。你们这些人什么时候能有一句真话？把他带到隔壁去。是。哎，徐小姐，徐小姐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徐小姐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实话。只要你告诉我金井武夫到底想要干什么。我们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们确实是想和徐小姐继续做贸易。想清楚了再告诉我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。徐小姐，我们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徐小姐，徐小姐，我们这次真的是带着真的。魏进军，魏进军。吴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我要找徐乃娇。徐小姐吩咐过了，她忙完就会来找您，让您安心的在这儿休息。大头，徐小姐，审得怎么样了？这嘴还挺严实，跟当年在上海审的共产党有一拼。累了吧？胳膊有点酸了。共产党你审不明白，日本人你还审不明白？曾先生养你是吃白饭的吗？徐小姐，请放心，他嘴巴就是铁打的，我也给他撬开了。徐乃娇，你过来。徐乃娇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如果日本人的目的真的是为了和谈的话，此前的一切逻辑倒是可以解释得通了。中日交战以来，私底下的贸易往来却并非由我们开的先河，大多都是通过上海的公司来进行。金井武夫舍近求远来到香港，一是因为对中日双方来说，香港是个中立的城市，也是最适合谈判的地点；二是因为他知道强华兴业公司的背后有我曾氏家族的关系。那先生的态度是？给我安排一架飞机，我必须马上赶回重庆。晚上起飞不太安全。我说的话需要再重复一遍吗？我现在就去办。大总，韦景和冈崎仍然下落不明，不过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他们被困的地点应该就在油麻地一带。哦，知道了。你已经累了一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大佐，他们两个现在身陷敌营，随时可能有危险，难道不应该采取必要的营救措施吗？不必了，韦景军和冈崎君是我们器重的精英，只有把他们交给对方处置，才能让对方相信我们和平的诚意。进。大佐，昨天深夜，我们布控的油麻地地区有一辆可疑的车开出。根据我的判断，这辆车是开去机场的。先生，先生，您这一天一夜来回奔波，先上楼休息一下吧。先生。
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那就送他们一程，然后把尸体送还给金井武夫。重庆方面不同意和谈。战争是为了什么？和平。既然和谈能达到和平的结果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，死那么多人呢？属下愚钝。既然重庆那面不排斥和谈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杀那2个日本人？那2个日本人可是金井武夫手下的骨干精英啊！区区2条性命，对于两国和谈的大事来说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日本人不是讲诚意吗？那就用这2个人的尸体，来看看金井武夫究竟有多大的诚意。明白。和谈之事关系重大，如果是走漏了风声，不仅是你我，乃至我整个家族，都要背负上卖国的骂名了。这件事情你不要出面，我们不是有个吴安娜吗？让他做我们的替死鬼好了。是。等等，我要见他。果然是艳压群芳啊！吴小姐，这位就是曾先生。曾先生好。我看过吴小姐所有的档案，可谓是女中豪杰呀。要是公司里能多几个像吴小姐这样的人才，我就用不着这么劳心费神了。强华兴业公司的员工档案可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。以曾先生的举止谈吐，再加上徐小姐这么得力的助手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应该就是强华兴业公司背后的东家。吴小姐冰雪聪明，坐。谢谢。今天请吴小姐来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是希望吴小姐能继续担当起强华兴业的重任。曾先生即便是不说，只要我在这个总经理位置上1天，我就会好好工作1天。吴小姐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实不相瞒，这次桐油交易失败，我非常生气。原本打算就此终止与日本人的合作，可是日本人却摆出一副低姿态，希望双方能继续合作。尾井先生和冈崎先生的确是这个意思。可是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！日本人的话，我总是不太相信。他们说他们是有诚意的，可是我总觉得不够啊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可以帮到曾先生。
我可以帮你们从中撮合，摒除误会，和气生财。好啊，我就等吴小姐这句话。眼下可有件事情，确实需要吴小姐来帮我。一会儿麻烦吴小姐跑一趟，把那2个日本人的尸体送还给金井武夫，并且告诉他，如果他愿意接受这2个日本人的死，那才是对我方表示出应有的诚意。不知吴小姐是否愿意从中撮合呀？魏景俊，徐乃江，让我来！魏景俊，放了他，让我来啊！进来。先生，我们发现了毛森的踪迹，在什么地方？行踪不定，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铜锣湾附近。继续追查。是。慢。不好。告诉徐乃娇，让那2个日本人活着。徐小姐，曾先生要留活口。住手！留活口！已经没气儿了。我有办法，还不快去！您为什么又突然放过那2个日本人了？他们2个人当中，其中一个是中国人。中国人？是谁？冈崎还是尾井？具体是谁我还不太清楚，
就因为是中国人，所以您放了他们？政治怎么可能如此简单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同邮交易的时候，毛森的人为什么会出现？一定是走漏了风声，让毛森知道。交易时只有强华兴业和日本人方面，你一直盯在公司这边，所以公司这边是不太可能。唯一可能的，就是日本人方面。您是说，在日本人那里有毛森的内奸？不错，此人一定是能够接近金井武夫的，所以他才能准确地掌握交易的时间和地点。我刚刚得到情报，毛森还活着。毛森假死，一定是与这个内奸联袂主演的一出好戏。先生是想策反这个内奸，为我所用？你现在是越来越懂我了。如果此人为我所用，我们就可以准确地掌握金井武夫的一举一动，那样对和谈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。田亮现在住在港人医院，我安排了人在他身边候着，有什么情况，他们都会随时通知我。机会合适，我会安排你们俩见面。但你要尽快调整好你的情绪和心态。我以为我能承受这种情绪和压力，我一直在心里面告诉自己，要把每一次和天亮的见面都当作是最后一次。当我看到天亮那个样子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。可你们彼此都遵循了为最高任务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，经历的这些，也正是你们坚不可摧的强大所在。哭吧，在同志面前，不用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你教导过我，我和天亮之间的感情要作为强大的武器，而不是致命的拖累。从现在起，才是你真正的考验。魏景军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名叫什么，但从你身上，我的确看到了共产党钢铁般的意志，希望能一直与你一起并肩战斗。天亮在受伤之前给我传来消息，真正的同计划，并不像我们之前所想的那样，而是日本人要和重庆国民政府进行秘密和谈，从而达到最终诱降的目的。这个情报非常重要。金井终于现原形了，我马上把这个情报向上级汇报。
辛苦了。见到重庆方面来的人了吗？没有，但我能肯定，那儿肯定有重庆的人。我去的时候一直被蒙着眼睛，只能判断出一个大概的位置。这是路线图。重庆方面的确有和谈的意向，而且那个强化兴业的吴安娜一直在场。我估计他们会打着贸易的幌子进行他们的和谈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这个吴安娜绝非省油的灯，你要尽可能的看紧了金井五福。我这边的事儿你不用操心。好。护士小姐。护士小姐。护士小姐。啊，请问2病区3号病房怎么走？就在右边第2间。谢谢啊。哎。刚启军，行长在楼下等你，请。大佐，韦景军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没什么危险。现在看来，让你们执行和谈任务是我欠考虑。让你和韦景军遭受这么大的危机，大佐，您言重了。如果能取得对方的信任，皮肉之苦没什么关系。上车吧。嗨。便到时占领了武汉、北平这样的大城市，恐怕也难免最后的失败。属下明白了。你和韦景军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好，为同计划立了头功。啊，我们定当竭尽全力协助大佐完成和谈。小泽，星太郎，你醒了？你别动，别动，星太郎。
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？新太郎，别哭。你伤在哪儿了？我没事，休息几天就可以了。新太郎，我害怕，我好害怕，我们每一次的相见都是最后一次。我讨厌打仗，我讨厌过这样的生活。为什么我们要远离自己的家乡，来侵略别人的国家呢？新太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北海道，冰雪都已经融化成一条条小溪了。小溪流过的樱花树，肯定开得特别灿烂。樱花树下，没有刺鼻的香烟味。只有缤纷的芳香，山谷里也没有可怕的枪炮声，只有绿雉鸟的歌唱。先生，人已经醒了，没什么大碍。还有就是，日本人那边对我们的做法好像已经默认了，现在没有丝毫反应。看来金井武夫要用2名精英的代价，来换取和谈的筹码。那，照这么看来，日本人对和谈，的确是抱有很大的诚意。多亏了先生及时阻止，不然那2个日本人若是死在我们的手里，金井武夫肯定要利用这2个人的死大做文章。金井武夫是个真正的战略家，远比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日本将军要高明许多。要不要我试探性的接触一下日本人？谈判就是谈判，没有所谓的接触。和谈之事关系重大，没有重庆的指示，我们绝不能挪动半步。那我们就一直等着？当然不是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清除一切可能影响和谈的障碍。下飞路，故事未说情章回，高跟鞋，刀锋如此轻蔷薇，一步一痛，一步一美，骄傲的泪水落在我心里的滴泪成丰碑。目光如此深邃，人海中蓦然相对，让爱勇敢地选择前路，转身那一颗止不住的泪，在时刻经常戒备，逆着季风而无畏，用赤诚。把手心的冷汗捏碎，某眼神压倒凄美。
岁，冒眼生涯到凄美的天边，奄奄了惊雷，看樱花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无滋味。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毛老板还是当年那个火爆脾气啊，真让人担忧啊！就你这个脾气，是会坏大事的。曾先生，你是怕我坏了你和日本人之间的大事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个明白人，不会为了一船桐油和军统翻脸，怪我不识相，打扰了你和日本人的花前月下。